就算鏈住鮑威爾條頸，其實到咁嘅油價嚇個布油仲喺100呢個水平，連續3日，咁你基本上好難，你點減啊？減唔到啊！睇片之前記得撳開呢個鐘仔 ，subscribe Tasty Money YouTube Channel，以後有新片你就會收到通知㗎啦。入嚟之前咧，見到莫斯科咧，發生咗大規模嘅無人機係啦嘅襲擊啊！咁呢個我諗而家世界上面都一樣係咁混亂㗎啦。你見到歐洲方面啦，英國啊、德國啊，甚至乎日本咧，都冇話要即係維持呢一個嘅霍爾木茲海峽嘅通道咧，而要出海軍係啊，咁令到Donald Trump 咧係有少少嬲嬲地。而本身3月尾至到即係3月31至4月2咧，阿 Trump 咧係要同習近平主席咧應該係啦就見面嘅嚇。咁但係而家話因為咧即係伊朗嘅戰爭實在太需要我嘅決定啦，咁我就要延遲1個月。咁我哋喺 Ticker 嗰度都有同大家講係呢樣嘢。咁我自己覺得呢件事係透露咗佢未搞得掂，即係佢原本係好有信心2至3個禮拜甚至4個禮拜搞得掂之後再去中國去攞着數嘅，係啦。咁但係而家我俾你聽咧，佢未搞得掂啊！呢個我覺得係嗰個 secret 就係佢未搞掂，因為我呢啲人睇淡啊嘛，係嘛？咁我睇淡梗係覺得即係佢係呢一個嘅解釋啦，係嘛？咁我哋嗱今個禮拜息口敏感股係823啦，今朝我見到高盛同大摩咧都出咗報告，咁大摩嗰份我寫咗噶啦，咁啊擺咗喺我嘅 IG 係啊，咁佢就睇37蚊嘅領展。係啦，領展睇37蚊，咁亦都因為領展咧，佢哋call 咗個分析員會議啊，係電話嘅，咁 update 下而家管理層係咪繼續揾緊啦，係啦，跟住就同埋而家個租金個租務前景啦係點樣？咁我見高盛嗰份報告咧就話其實冇乜變動，兩間一個就俾維持大市同步嘅評級，係啦，另一間高盛咧就都係好似 equal rate 即係中性嘅都係冇乜話覺得太特別，因為根本冇可能減息。你就算鏈住鮑威爾條頸，其實到咁嘅油價嚇個布油仲喺100呢個水平，連續3日，咁你基本上好難，你點減啊？減唔到啊！係啊，而家咧古巴咁之前咪話搞完伊朗搞古巴，古巴咧已經停電啦，係啊，古巴因為你鉗制住嗰個能源供應啊嘛一路，咁啲交通燈唔着啦，係啦，咁跟住古巴嘅國家主席啊，佢哋古巴嘅國家主席係而家已經尋求緊美國去傾偈。咁琴日美國點解會升咧？就話伊朗有同我哋傾啊，即係大家好似想搞掂件事咁，但係伊朗又否認喎，咁所以都唔知即係其實真假呢家嘢就交翻俾大家去決定。個市係定咗就不如咁。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！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